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0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的本土病例数超过2000例，有2386例，上北市就占一半，但是中嘛讲月底有可能一日就上万例。指挥中心要求各县市一礼拜内启动居家照护，嘛爱提供送药到厝服务，也毋过对偏乡来讲是真困难。中国宣布甲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澳洲是批评这协议破坏区域稳定。新闻开来看，咱国内今仔的本土病例数超过2000例，有2386例，新北市822例上济，台北市有471例，双北市加起来就占一半哦。其中有1267例是无症状感染。指挥官陈时中嘛讲，到月底国内一日增加上万例，嘛毋是无可能。今仔嘛宣布讲，一定要对4天缩短到2天，嘛呼吁民众要爱做好个人的防疫。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本土病例是2386哈，那比昨天也增加了将近40%哈，那这增长的速度哈算是蛮快的哈。未来虽然我们估计这疫情哈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展开哈，不过还是希望它的速度不要太快。昨天哈增加了9位中重症哈，8位是中症，1位是重症。重症的是70多岁的女性哈，那现在在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我们在紧急就医，主要还是要119为救护车为原则。那非紧急就医，那就以防疫车队为原则。确诊那有电子围篱在，那所以如果先通知卫生局，那先解除电子围篱比较好。那但是如果在紧急情况来不及通知就去的话，那事后我们也会不罚。国内昨头一个2岁囡仔重症死亡，外界嘛拢会检讨确诊者就医的流程。指挥中心昨就放任确诊个案甲带做伙居家隔离的亲人紧急就医的流程。今仔嘛正式宣布讲，紧急就医嘛是以坐119救护车为原则，也毋过嘛放任讲会当坐防疫客停车，嘛会当家己驶车去病院。新北市2岁确诊的查甫囡仔，为厝内人通报1922，一直到送去病院用约2点钟的时间。病情恶化了真紧，治疗6天了后，也是不幸过往。指挥中心19拜2修正指引，确诊居家照护的个案，若是拄着紧急的情形，虽然是以救护车为主，毋过行路家己驶车，或者是做伙大的亲戚朋友在嘛用的。毋过紧急就医的定义，甲儿童个案敢有配套的措施，指挥中心表示要再来讨论。整体的在儿童的这一部分，我们还等下午我们的专家大家讨论过之后，然后才来定案。这是多重选择吧，将来会开放多重选择。疫情当地的管家是由17礼拜已经通过莫德纳用伫6岁至11岁囡仔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20拜3，卫福部预防接种咨询委员会会讨论敢要互囡仔注射，还佫有开始做的时间。若 BNT 儿童疫苗，指挥中心讲当地的季节还未签约。医师分析，这2种虽然同款拢是 mRNA 疫苗，不过做的量无同，反应嘛也无同款。我们台湾并没有儿童的疫情，只是散发性的个案，所以我们一定必须参考国外的资料。那所谓的利跟弊，就是你如果不打疫苗的时候，你的重症跟死亡率你预估是多少？那你如果打疫苗的时候，重症跟死亡率预估是多少？那它的打疫苗的风险是怎么样子？它的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是怎么样子？整体去考虑。医师讲，即马疫情豆豆咧压悬，病例数累积超过10万，甚至是100万，都是有可能的。目前的目标应该是放伫互病例数增加了较慢的，维持医疗体系的量能。也若全面嘛要继续来提高疫苗的注射率，才有可能互隔离隔离的时间缩短，豆豆甲病毒共存。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顶礼拜公布新的停课标准，有教师团体是指出讲，真侪学校拢乱糟糟，有的学校继续上课，也毋过确诊也防控居家隔离的老师，就爱利用线顶上课。学生伫教室内底上课，无老师的管理，问题是真侪哦。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讲，学校是会当来请一寡临时的代理老师来斗3工。老师放音乐，才阁解说乐谱。台北市建国高中一班当咧上线顶音乐课。从今仔日开始到4月27，建中全学校实施线顶教学演练。我们也很担心，如果没有做一次线上的这个演练，那会不会呢？等到我们符合
教育部所订定的停课标准的时候有困难。全国确诊或者是防COVID的师生日头增加，线顶教学嘛愈来愈侪。不过全中教指出，有学校无暂停实体上课，主要是要求确诊或者是居家隔离的老师踮厝线顶上课。结果伫学校上课的学生无人管理，若老师是经请假，无法度接受，是安怎搁爱上课？这个非常离谱，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学生的学习品质是必须顾到的。那老师在视讯上课很难掌控学生在教室的安全。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若是老师的身体无够样，就和英国线顶教学的模式同款。不过，若是老师的身体无爽快，学校会当进行相关的课务代理。有实体班级还在进行的，可以采取合作教师的方式，在班级来维持注意到学生的作息相关安全的事宜。那这部分也会来支给合作教师相关的钟点费用。新的停课标准实施了后，有学校误解计算的标准，临时停课引起争议。某学校不白清楚，当咧预调停课1天到3天的班级，敢是会做全学校停课的计算。教育部表示，但是确认是密切接触者，一般算入去停课的班级，全学校有1/3或者是10班以上，才会当全学校停课。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嘛宣布，各县市伫1礼拜内底要启动轻症确诊者的居家照护，全台湾1800间的药局会来提供送药到厝的服务。有药师是讲哦，一个人一天送12份的药应该就真棒咯。佮可能佮有一寡另外需要收费的药物，有药师嘛是真烦恼，讲因会有胃着病的风险。将药篮甲处方单放伫确诊患者的门口口，原本就有的药师送药到厝，即马配合指挥中心轻症载体居家照护政策，也提供确诊民众甲更多的人服务。全国有超过1800间药局投入。喂，徐阿姨，药品收到喽，你们可以出来拿了。服务件手笼、喙暗是基本配备，因为骑车送到民众厝内底，穿隔离衫不方便，所以穿内笼的外套方便消毒。有药师表示，原本一天上济送4份，即马有5紧张的时期，爱送到12份，都已经是极限。另外，还佫可能会拄以前无拄过的收钱的问题，可能增加染疫风险。它可能就不是慢性处方签而已。它可能有一般性的处方签，那一般性的处方签的话，就会有给付上面到多少钱需要给付多少的部分负担。如果说有相关的收费的话，就看政府怎么样配套。台北市为20开始实施轻症患者居家治疗，民众下载健康益友 App 等，依照流程指示，和药师送药到厝。若问题应寻求台北市药师工会协助。那他有需要用药的话，原则上呢，就是由我们的药师工会这边，当然，如果说你有亲友可以帮忙领，还是以亲友代领；如果没有的话，就由我们的药师工会那么来提供送药的服务。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表示，若生命危急的时阵，先卡119。另外，医师也呼吁确诊民众伫居家隔离期间，上好是准备费用检测机，随时了解家己的身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哦，华人有真侪偏向爱药师送药可能会有困难，所以华人目前只有26间药局有家己这送药的服务。有药师哦，昨暗是送药送到半暝。卫福部19开放各县市确诊轻症的民众伫厝内居家隔离。华人为顶礼拜，因为开始用时先甲患者看病，嘛启动请药师分药的措施。花莲县有26间社区的药房加入这个计划，不过实际上愿意到分药的敢若有2间，其他的大部分都是配药啊。整个药局的分布还是在我们的都会区，所以对于偏乡，比如说秀林、卓溪、万隆、富里这些地方，原本就没有社区药局的这个地方，在送药上确实是有一个困难点。不少药师表示，毋是无愿意配合，是大部分的药房拢干那一个药师尔，佮加上法规的规定，药都要药师亲身来分，无法度请物流公司来到配送。一定是全力配合啦，是，考量就是怕人力而已啦，所以他没有强制性啊。因为上面也规定说一定要药师亲送嘛，那如果说今天换个角度，如果愿意我们的药助来送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已经开始到分药的药师，实际上分药的情形是真辛苦。有的药师昨10点下班了后，高是替秀林乡5个居家隔离的患者送药过，等到厝都已经11点半。因为花莲地区目前我们知道有7个乡镇是没有社区药局设立的，所以在这7个地方的话，就属于比较
原住民或者是偏乡的一个地区哈。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依照就近乡镇我们的社区药局能够配合的协助的纳入我们这一次计划里面。药师嘛建议民众在疫情的期间，厝里会当准备一寡药啊，亲像退烧、止痛、流鼻水、止嗽、化痰等等的药啊。不过治疗相关的药啊，也是要由医生来开。嘛建议偏乡的所在配送药啊去到患者的手头的时间，会当久长到48点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仔开始全面启动轻症的居家照护、本色处理、用餐、宠物等生活的问题，有12个行政区关怀中心的人员会来斗相共解决。台北市政府嘛强调讲，若属地处理健康出现紧急的状况哦，买当随卡119。但是你想看医生，就像我们一般想看医生的话，我给你一个中小医院的电话，你可以直接做线上视讯的问诊，好不好？电话一通接过一通。有人来问居家隔离的代志，嘛有人问讲当时来做采检。台北市20专门推动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确诊者的居家照护。来上试办的是信义区的关怀中心，开放予媒体采访了解作业的流程，除了回答确诊者或者是居家隔离的人因的疑问，嘛会主动打电话关心因健康的情形。也若分关怀包嘛是因真重要的任务。提供2份的快筛剂在这边。关怀包内底除了饼、豆浆啊、脆餡，还有2支快台起子跟2个粪扫袋啊。这个部分环保局他们还是一样需要的一个垃圾清运的一个状况，他们会随时滚动式的跟厂商合作来调整。台北市讲，10天结计会当到清粪扫2届，嘛会当到送饭菜。另外，厝内动物伴，若是有看医生的需求，嘛会当由动保处来提供协助。不过，即马确诊人数持续加悬，各界嘛关心骹手敢有够来应付未来伫咧厝内照护的需求。蔡炳坤表示，英国干那卫生局负责居家隔离的人甲确诊者相关的业务，即马扩大做12个行政区，加入成立关怀中心，骹手有加较济。另外，居家照护的民众身体若出现紧急的情形，会当优先敲关怀中心的电话。若是拄着敲袂入去，佫真赶紧，要是会当敲119。可以用这个远距医疗的方式，这边都有充分的。那如果比较急的话，那就可以打119。蔡炳坤表示，台北市前2天啊试办居家照护的人数，18伫信义区有3个人，19信义区是10个人，中正区4个人，台东区3个人，拢总是20个人。各单位已经透过这个案例来检讨流程，希望伫正式运作的时阵，居家照护的服务会让更加周知。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总有8例本土病例，有一对打1回上生仔确诊。另外，佫有消防局社会处的员工嘛胃着病。消防局是随着征调外勤人员来支援，实施分流上班。云林县政府嘛开始禁止民众入去县政府，有伫户外设置服务处。一名云林县消防局勤务指挥中心的同仁，在4月17号感觉闹无爽快，4月18号轮休伫厝，迄天暗时家己快筛后呈阳性，赶紧通报卫生局联络病院。前往北港妈祖病院 PCR 检测后确诊，消防局接到通报后紧急来应变，马上启动应变机制，整局全栋大消毒，并在4楼成立第2备援指挥中心，外调外勤人力进驻4楼，分流上班。消防勤务指挥中心表示，近期8项确诊者赶班的人员已经先停止上班，在厝自主健康检测和体检。另外，包括港轻的队员、专动的同仁。和外勤工友总共124人，拢来做 PCR 采检，佫有温管府社会处嘛员工确诊。4月19号开始，民众若是来到温管府办公，拢禁止入去办公室。从昨天开始，我们到县府的洽公的民众都必须要在户外做洽公。那我们府内的进出，我们也有严加的控管，包括进出的人员都必须要佩戴识别证，然后相关的这些消毒的措施，我们也加强了提高了频率。文管表示，为了避免疫情扩大，确保公务袂当中断，先暂时规定民众来县府办公，统一在1楼户外区办理公务。另外，云林县按算2月5号后礼拜1，将启动轻症居家的照护。记者云林报道。中国宣布甲所罗门群岛正式签署中所安全合作协议。中国指出讲，这协议无针对任何第三方哦。也毋过，西方国家是正烦恼讲中国会派驻军队。美国白宫是认为这项协议并无公开透明。澳洲嘛认为讲，这协议有可能会破坏区域和平。
中国19宣布，外交部长王毅甲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利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所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目前也无公布协议具体内容，不过中国指出，将促进所国社会稳定甲当地救安。佮表示协议无针对任何第三方。中所安全合作方式是公开、透明、开放、包容的，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与所罗门群岛现有的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中所协议引起西方国家关心，北京表示，美国对这项协议缺少透明度感觉烦恼，佮讲这是中国提供他国的科技交易模式之一。澳洲外交部也发声明表示深感失望，因为协议可能破坏区域稳定。但是我们有看到核潜艇啦，或者很多的一些军事上面的演习，澳洲对于美国印太战略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所以其实如果今天美国在澳洲这边的一些部队，有可能会因为所罗门群岛这一边有解放军的一些军事设施而会遭到阻断，这是有可能的。所罗门伫南太平洋有重要战略意义，外界烦恼中国会伫所罗门派驻军队。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这礼拜要去所罗门访问，因为美国伫所罗门军队大使馆已经关29年。继这一年访问，背后意义就是要防止中国伫太平洋地区岛链扩张势力。如果我们把美国今天的角色，就是他在关岛、在冲绳有这些海外补给基地的话，那中国它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它也希望在第二岛链这里有补给基地，所以这都是长期的地缘战略的部署。那也就是美国跟澳洲还有其他印太国家会关切的主因。学者分析，虽然目前国际关心俄乌战争，不过美国真侪摆表明重心伫印太区域，为防止中国势力扩张，有希望佮强化甲印太区域友好关系。台湾就伫内底，所以去环太平洋军演，台湾是毋是应受邀请参加，也是观察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两岸的情势紧张，有风声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伫年底连任了后，为了转移国内压力，会来拍台湾。伊会先攻击金门甲马祖。日本的媒体嘛指出讲，中国苹果落西亚拍学起来是拍甲真辛苦，所以有可能会来修改拍台湾的计划。咱国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讲，咱的国军会继续研究来应用。两岸情势紧张，国军努力战略训练，不过有特战官兵投诉各种有问题，包括防弹架这装备真粗。离开这期，国防部对外讲甲真好听，对内高压禁声。国防部长邱国正20严正澄清，为国防部到各级干部绝对无轻视士官兵的安全，也强调会修正问题，未追究任何人。到底哪一不满意的？没有去否定他，我也不会去追哪一个人。各位放心，我们在这个阐释当中，要经过什么测评，都按照国际的标准的。俄乌冲突牵动大海局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传出年底10大验证了后，为转移国内压力，恐惊对台动武，优先夺取外离岛，无排除占领冰墩、金门、马祖。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指出，中国的强大剧本原本甲俄罗斯同款，拢想要速战速决，不过看到俄罗斯限日扩战了后，可能被迫修改。它一定会有改变，但怎么改变，我们属于在研究，在研拟。至于打不打外岛，打不打本岛，这国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战训本务。他希望的是外军不要去介入的话，但是这个介入过去可能是整艘航空母舰。那现在除了航空母舰实际兵力之外，也有可能各国会利用这种电子讯号的情报提供给国军。中国也搁强化前间侦的能力，第山东扩程完成有经雷达，应监测数千公里外飞弹发射动态甲太空卫星，探测范围包含台湾、日本甲南韩，引起讨论。是整个中国的勤监侦系统的一环，它整体能力从天上飞的、海上跑的事实上都有提升。国军反制强军的威胁传出，得到美方当局要延长太平岛的跑道，不过因为代志真敏感，邱国正并无证实。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去年的城中城火灾，烧出旧大楼无管理委员会问题。高雄嘛通过治地条例，要求民国84年以后取得建造6楼以上的公寓大楼，要伫1档内来成立管理委员会，嘛要向区公所来报备，昨嘛正式公告实施。若说大楼无伫1档内底来成立管委会，大楼所有的所有权人上济拢会当罚款5万块。去年10月14号，高雄城中城大楼造成严重的死伤，嘛烧出着真侪旧大楼无管委会的问题。高雄自定公寓大楼辅导管理治地条例通过，伫19号正式上路。只要民国84公寓大楼管理条例通过了后，摕着建造6楼以上的大楼，1档内底拢爱成立着管委会，也是管理组织，啊无规大楼的厝主拢爱罚款上悬5万块。新旧大楼它都必须被我们强制要求，就是6楼以上的公寓大厦要成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管委会哈。公务局嘛提醒，伫即个管委会若成立了后，无向区公所来报备，嘛会开发着主委，也是管理组织上悬3万块。你伫民国84进前摕着建造6楼以上的大楼，这是后一波公告的范围。查访的这些居民其实都很顺利的话，1年时间其实是够的。住户如果不住在这里，我们又没有能够得到他们资料的索取的话，那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人。1年的时间就会显得太短。黄国栋讲，伫因社区内底有2排联动的公寓，因为年久失修，地下室漏水嘛无管委会，拜托伊来到成立的管委会。伫这几个月的联络，才找到一半的厝主，达到开会的人数。但有时阵因为各自真正无法度找到人，需要公权力来协助。公务局表示，局内已经成立2个辅导的团队，民众伫过程当中有困难，拢会当甲因联络。记者王刘婷、陈hen坤强报道。来看台铁工会为着要抗议公司化条例，宣布讲除了5日连假无要加班，未来5日节、中秋节、国庆嘛拢无要加班。交通部长王国材昨暗有写予台铁员工一张批，强调讲现在是台铁上关键的时刻，公司化是必须选择唯一的一条路。部长今仔又搁强调讲会甲工会继续沟通公司化条例草案的意见。台铁产业工会起立反映头前抗议，台铁公司化条例草案就要审查。不满交通部无愿意退回草案重新协商。台铁3大工会19举行临时联合理事会，不止5日连假依法无要加班，阁决议5日节、中秋节加国庆节全部无要配合加班。我们的部长一意孤行，一定硬是要推，完全没有要跟我们工会协商，完全也没有要听我们基层员工的意见。台铁省港表示，交通部甲工会好好沟通进前，应该先主强行通过这条例，因为伫台铁公司化说明会只看到宣示，无互基层员工发声，甚至对安全改革也完全无看到。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19暗时发予台铁员工的一封批，强调这时阵徛伫台铁相关的历史时间点，伊未放弃任何机会继续沟通讨论。那5月1号或是后续的，他们不加班我觉得这是伤害到长期支持台铁的使用者我真的是请工会三思而行。工会发起罢工，王国材温声发声，爱工会三思而行。台铁公司化条例草案，立法院之一就要审查。王国材强调，要将工会意见放入草案内底，也希望工会应随时和意见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逐当拢会举办的5一劳工大游行，今年因为疫情要改伫总统府头前集会，要求所有参与者拢爱注3档的疫苗，现场卖实名制。今年的诉求是对抗通货膨胀，阁有劳工要加薪。抗通膨要加薪，抗通膨要加薪。大声喊口号，表达政府保障劳工权益的诉求。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每一年拢会举办的5一劳工大游行，会改伫凯道来举行。除了要求参加的人拢爱注过3档疫苗，现场嘛做徛名制的管控。参加5一的活动的劳工呢，一定要打满3剂以上才能够参加。实名制包括 QR code 整个我们都会做。主办单位强调讲，受到疫情的影响，可比服务业等产业的劳工生活是受到真大影响。这届集会主要诉求对抗通货膨胀、加薪水，也有职业安全甲劳保年金。
疫情的影响不止摧毁身体更包括伤害我们的工作所得甚至扩大了贫富的差距我们在这里呼吁政府不要因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而沾沾自喜那主张5亿依法休困的代替产业工会，嘛有来响应这届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历史和平常常针对台湾晚用渔船的渔港劳动条件真歹提出批评，嘛认为政府拢无会管理，因要求应该赶紧修法来保障渔港的权益。也毋过晚用渔船的头家洪美甲嘛真委屈哦，因今仔就开记者会强调讲，因拢有会改善劳动的环境哦，认为 NGO 团体不应该常常掠因来抬头。台湾晚用渔业的劳动环境，长期受到 NGO 团体质疑。历史和平车爬着到渔业署抗议，指控晚用渔业的劳动条件上歹，头家时常拍外一渔港，还有扣薪水，要求政府要重视渔港的人权甲管理。不过，晚用产业界认为这款指控是无公平。这个 AI 的技术可以克服，可以装到船上去，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安心，因为什么？船上都可以透明化。渲染性或者是视觉性的发言，我觉得说这对于我们产业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伤害，因为我们持续的在进步。晚用相关工会20日开记者会，提出包含以 AI 技术建立公开的管理和记录系统，改善渔船生活环境等等的措施。认为 NGO 团体要求美国2022年人口走私问题报告应该要将台湾降做2级排名，这是无尊重产业界长期的打拼。伊也呼吁渔业署要进行更加多讨论甲研究，来定适合的政策。对进出口港口的这些外国籍渔船，包括 FOC 船的一个劳动的检查，对国人投资进 FOC 船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他们这些船能够符合一些最低的标准。除了相关的管理和稽查，渔业署表示，渔业和人权的行动计划已经伫行政院咧审议。工会是强调讲，晚用渔船唔惊稽查甲监督。毋过希望有标准和公平的机制，唔通一人做贼一乡受罪，安尼才会当互渔业的永续发展达成上大的公共利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莫德纳公司昨表示讲，希望今年的秋天会当来提供上新的疫苗对家社，对抗奥密克戎等变种病毒效果会如何？另外，欧洲疾管中心宣布讲，最近伫英国囡仔身上发现一款佫还未了解的肝炎哦，这款肝炎冒出现伫一寡欧洲的国家甲美国。莫德纳伫19日有一份新报告，暗示讲望会当伫今年的秋天提供比现主时对家剂更较优化的加强针，因为新冠病毒刷咧变种，有较强的小胃力的奥密克戎甲伊的亚型变异病毒株，有可能带来新的威胁。莫德纳公司当咧针对原始病毒株甲贝塔变异株研发一份双价疫苗来做对家剂，剂量是50美克，受试者300人，接种1个月到6个月了后，针对奥密克戎病毒所产生的中和抗体浓度更较悬，比原始疫苗对家剂有更较好的免疫反应。不过，相关的研究目前还未经过独立专家的审查。奥密克戎更较会危害人体细胞，嘛更较高闪过人体免疫系统，这就是讲免疫逃脱。目前国际许可的疫苗拢有提供有够力的防护力，避免重症住院还有死亡，甚至还有注2剂加强针。不过，健康官员认为讲，让几落个月都爱注一遍加强针，安尼嘛毋是办法。只有针对某一种变异病毒株的疫苗嘛有风险，因为病毒有可能搁再变种。莫德纳甲辉瑞已经落手来研发双价疫苗，将原始的疫苗对抗奥密克戎的疫苗混合。莫德纳这支双价疫苗对并无特别针对变异病毒株，煞会当来产生更较强的抗体反应。不过，莫德纳目前还阁无拍算讲申请批准，会甲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来通报相关的资料。欧洲疾管中心19日宣布讲，一种伫咧英国囡仔身上发现到原因不明的肝炎，现主是嘛伫咧欧洲的丹麦、爱尔兰、荷兰，还阁有西班牙来出现。美国阿拉巴马州嘛通报9件亲像的案例，腺病毒体检是阳性。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监控英国自4月初5以来通报的数十件急性的肝炎案例，各甲其他国家警示，这种肝炎主要感染对象是10岁以下的儿童，有黄疸、腹肚痛、落瀉，还阁有吐这症状。不过，少部分案例急性肝衰竭，甚至讲是肝都爱换。英国卫生局嘛表示讲，这个新鼻的肝炎甲新冠疫苗无牵带，伫咧确诊的病患内底嘛无人注过疫苗，病因是来自腺病毒。调查人员认为讲，上届有可能致病原因的因素，就是透过感染。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法国巴黎一间法院最近判何浩送这外送平台的业者以自由业的身份来认定外送员是违法的，斩罚这间公司37万5千块的欧元。这个判决对外送员的身份来讲是一种新的认定。 骑车穿过大街小巷，限时之内将货送到位。外卖平台伫疫情期间生意强滚，不过下骹大量基层外送员到底是接案的自由业者，也是平台请的正式员工？关系因的薪资福利、失业救济、医疗甲退休保障。法国巴黎一间法院19认定外送平台何浩送滥用外送员自由业的身份，都被雇主责任，触犯未申报劳动罪。 判罚37.5万欧元的罚金，合新台币1700多万。也搁爱伫法国网站主页顶悬公告1个月，2名经任主管是缓刑1年，罚款3万欧元。 La Cour a très clairement retenu qu'il y avait du salariat déguisé, un caractère intentionnel. Elle a dit que Deliveroo n'était pas une simple plateforme de mise en relation comme il l'annonce, mais un vrai service de livraison de repas. Il n'a pas évoqué un mot pour les livreurs. En tant que livreur, j'étais choqué en fait de ses propos. 差不多100名外送技师2015年对何浩送提告，表示食饭高峰时间是无应该未认等。 平台严格监督因的路线甲休困的日子，若交费速度无够紧，也会被罚。根本都毋是自由业者的大型公司的工作形态，寻求正式雇员身份甲所有福利保障。2020年，法国负责对雇主征收社会保障的机构，也要求何浩送支付数百万欧元的欠的钱，为这场诉讼增加动力。 何浩送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这项判决，搁考虑上诉，因为因的营运模式早就已经改变。法国零工经济也可能面临更加侪重新定义工作条件的法定挑战。欧盟甲各成员国也在审视这种零工经济模式的路权。西班牙去年先通过技术法，正做第一个将外送员看作是正式员工的欧盟国家。了后，何浩送就退出西班牙市场。 国际新闻是会中朋友。来看乌克兰东边的顿巴斯这马嘛震惊了。罗西亚是讲已经攻击超过1000个目标，目前双方嘛已经暂时和平谈判，什么时阵会搁开始嘛唔知影。 急救人员伫空袭警报声音之下，赶紧协助受伤的人去分站紧张。俄军继续向西推进，向俄东交通要道顿内兹克、克拉莫托斯克来接近。在19攻击当中，已经有人死伤。顿巴斯之前，俄军发动全面进攻，乌克兰东部主要都市地大城哈尔科夫，在俄军推进到顿巴斯地区的补给线附近。 Около 11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начались вот такие резкие, очень громогласные взрывы. По-моему, или 5 или 6 залпов. 俄军伫顿巴斯地区东部480公里前线全方位攻击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表示，已经攻击超过1000个目标。俄军想要强攻马里波一工业园区，听讲有俄军甲百姓藏伫遮。阿索钢铁厂附近已经完全停火，互投降俄军已经都走廊离开马里波。俄国政府呼吁乌克兰停止无意义的抵抗。 Открыл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коридор для вывода добровольно сложивших оружие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и боевиков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С этой целью введен режим полной тишины. По всему периметру Азовстали отведены на безопасное расстояние. 俄军替马里波这重要港口，会用伫顿巴斯其他地区行动，和俄罗斯甲克罗米亚半岛接触火。西方朋友承诺提供更加侪军费协助乌克兰抵抗新的攻势。俄方表示，西方军员只是互战争拖搁较久。俄军表示，俄军主要重点是突破卢甘斯克甲顿涅茨克地区的防线。根据专家分析，俄军伫哈尔科夫南边要成功反击，因为俄军加强攻击。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波多利亚克表示，双方什么时阵恢复直接会谈，也阁真歹讲。公司新闻黄文玲朋友。 南美洲的秘鲁一个3岁查某囡仔互绑票，佮互强奸哦，有几啊千个民众连续2天行上街头游行抗议。秘鲁的总统宣布讲，会提出新的法案，要对性侵害的犯人用化学的方式予以倒杨。
提标语画口号，讲者盘。南美洲秘鲁顶礼拜4、拜5连续2天爆发大规模游行，数千人穿白衫、白头带，也有人抱囡仔伫首都利马在内几个都市示威，要替未成年性侵受害者讨公道。这示威的导火线来自一个镇压全国的性侵案件。顶礼拜，西北部都市西克拉区的警方追查一名3岁查某囡仔失踪案件时阵，掠一名48岁男性，伊被掠了后，承认绑票和性侵查某囡仔，引起公愤。愤怒的群众不止包围警车、拍嫌犯，佮批评政府面对性侵犯毫不作为。Como cualquier madre, el dolor que debe estar sintiendo esa pequeña, tanto sufrimiento, señorita. No puede ser que el gobierno, el Estado no haga nada para terminar con todo esto. Muerte, pena de muerte debería ser. Castración química no vale. 引起民怨了后，秘鲁总统卡斯蒂约回应，为保护手无寸铁的囡仔，应该对性侵犯化学起诉。佮伫18宣布将提出相关的法案交国会审议。Estamos planteando aplicar la castración química como una de las medidas drásticas contra los violadores de menores de edad, adolescentes y mujeres. Esta propuesta será formalizada en los próximos días y esperamos el respaldo del Congreso y que no le den la espalda a un clamor popular. 秘鲁即卖法律规定，性侵14岁以下未成年的人会判处无期徒刑。不过，卡斯蒂约认为应该增加化学起诉选项。化学起诉是指对性侵犯用降低甲压制性欲的药物，目前包含南韩、波兰、印尼、俄罗斯、摩尔多瓦甲美国部分的州有同款的处罚。秘鲁妇女部指出，过去4年有超过2万名未成年人加做性侵受害者，敢若是去年登记有案的未成年性侵案有将近7000件。公司新闻市万宁朋友。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中华的溪州有民众的徛家有逼损，佮愈逼愈严重。民众是认为讲，这是因为国军长期伫流水溪附近发射火炮造成的，要向军方要求赔偿。军方是表示，民众的质疑需要佮有第三方公证单位来提出证据，才有法度来申请赔偿。壁刀上几条蛇必损，跨度超过1公分，就连厝牛下骹壁面嘛受损。有伫中华溪州的丁先生表示，家己祖厝甲徛家拢有真侪蛇空芳，认为原因就是军方的火炮射击。我阵动力较大啊！啊，我之前就厝顶拢翻好啊，想讲要搁来遮大，啊，结果咧，真是比安尼你敢敢大？溪州大中村的村民表示，遮临近国军火炮射击的炮阵地，逐礼拜拢有2、3天火炮射击的训练，批评实在是真扰民。就连附近的民众，当你描述受损的状况时，拢还阁听得到炮击声。在区伊无年来遮用，安尼感觉较无公道啦。就这个时候啊，今日拍这个去。村民质疑，多年以来，军方拢有编列单年1100万的无零经费，不过公所拢提去办活动，对着受灾居民并无帮助。军方表示，伫罗水溪南北岸，拢总有30处的炮阵地，其中敢若17处有伫使用，唯伫溪州乡的只有1处。依法要有据啊，他要提出他房屋受损的证明，由第三方开立证明是因为火炮影响，那我们就有那个赔偿的那个管道。军方表示，溪州乡虽然真挖苦落大区，不过防卫拢伫罗水溪的河床，甲民族相隔距离真远，而且地形的训练，随后来看固定的安排，并不是未执行的频繁进行。由于无零经费，必须由公所来办理公共事务来使用。民众质疑厝受损，必须先证明甲火炮射击有因果的关系，才会来申请补偿。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再来看宜兰头城铁基路沿线哦，民众发现讲，虽然有铁网啊隔开，也毋过拢有空棚，会当互民众行过的铁基路是真危险哦。但是除了呼吁民众毋通违法，嘛表示讲，若是发现铁网啊有互破坏，会随去补。铁基路边仔铁网下边破一空，甚至还有卡达珠啊！铁路中甚至阁互人行出一条车明显的路。宜兰县头城镇铁路边，互民众发现着讲，为铁基路的这个铁网下边有破大网坑空，不少农民贪着一时的利便，从啊对遮炸过铁基路到另外一边去做事，安是真危险，农民说真惯势。根本他们，我一直在质疑，我们田地是先有田地，而后才有铁路。
但是他为了到底是他可以妨碍我们耕种，还是我们妨碍他的交通？民众咧谣伊讲，台铁这几年来一直有事故，铁路破工乃唔紧的补，安尼互人一直乱过。除了讲较会哦，这个两过人发生危险嘛，可能影响到列车顶悬乘客安全。台铁就要较立接来处理这个问题。警方讲，假使民众也是家己乱过铁路，安尼当照铁路法加罚，千万唔通用头毛来起火。他违反上述的情形的话，会依铁路法第70条罚1万块到1万5之间。台铁回应讲，一般拢会伫咧铁轨路边啊搭铁线网啊，毋过有当时会去互人破坏。假使讲人发现着，就会随去补，并且打广告讲禁止民众走过铁轨路，嘛袂当破坏铁路设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客家的西瓜哦，特别大出咯，也毋过因为3月落大雨，收成会受到真大的影响，所以今年的绩效卖较悬。客家警察局最近就成立空中巡逻队，要来防止掉贼头。客家分局一大队警察当咧整队准备勤务，拿出动空翕机、红外线摄影机、电子巡逻箱，阁有民间丢失的车牌辨识监视镜头等等的设备，要防止西瓜田掉贼头，阁配合当地巡守队，以无固定时间和路线的方式来巡视。运用科技方面，在各主要出入口都设置有太阳能爆闪灯，针对瓜田周边5处主要出入口加强监控。如果有可疑的歹徒驾驶车辆进入，可透过相关的影像资料进行查缉。台南客家的西瓜按算伫4月底采收，不过今年因为气候的影响，造成产量大大减少，伊个市场的价格会比因过较悬。过去平均1斤毋免10块，今年按算起到1斤15块，这嘛显示保护西瓜产的重要性。介绍是真好无毋对，但是收成无，拢咧甲阮这帮忙甲阮顾啦。无论日时还是暝时伊拢咧甲阮巡。过去客家警方连续几多年抓到西瓜贼，保护西瓜田的成效受到肯定。4月15，警方特别举办大会，出动40台机车、2台巡逻车，展现维护西瓜田治安的决心。相关的勤务会一直进行到月底，共同守护农民的心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出产文旦真出名的台南麻豆，市内安业国小就带学生去种文旦的农场，实际来了解文旦是安怎对产地到消费者的饭桌，嘛互学生食当地上出名的碗粿，有食阁有掠，伫故乡的文化特色，一定会当有愈深的了解。若讲到麻豆的文旦，名声透全台，当地安业国小逐礼拜拢会安排麻豆的产业课程。即阵，佮带学生囡仔亲身来到文旦园参观，互学生会当实际了解家乡的产业文化。带小朋友来体验我们文旦的一个行销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利用这个包装文化的一个课程，可以走出学校。那我们到我们的社区来，可以体验这个文旦，也可以体验我们麻豆的在地的文史。毋但文旦，麻豆的碗粿也真出名。学校嘛特别安排课程，互学生知影碗粿是安怎做的，内底有啥物料，佮别个所在做的有啥无共。佮互学生现场来食，有食佮有掠，大家拢真欢喜。我有学到就是跟柚子的知识，还有那里的碗粿的知识，还有里面有哪些料。认识了碗粿里面有什么酱料，然后我们这里的碗粿和普通的碗粿有什么不同？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讲一些有关柚子的事，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懂，我会来这边亲自体验看看。透过参访，互学生实际去体验，除了学到课本顶头无教的宝贵经验，学生嘛佮较认捌家乡的特色产业，了解食物的来源，甲农民的辛苦。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要达成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国内有环保团体今仔就表示讲，在2030年应该爱先减碳4成，嘛指出讲政府应该爱甲2050年的用电成长率控制伫1.46%以下，即安尼净零排放的目标才有可能会达成。国发会进前公布国内2050年净零排放的路径，为着看政府的减碳策略，环保团体采用国际权威模型 GCAM 来模拟台湾的情景，发现政府的版本是较保守，也未提出2030年的减碳目标。不过根据这个模型来推算，台湾爱伫2030年减碳35%到40%，爱减少火力发电，扩大绿能，
用电的成长率该调整合计，才会当达成净零的目标。官方路径所提出来的这个电力成长路径是2%正负0.5。如果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去提高能源效率、大幅度电气化的目的，那是可以把我们的用电成长是控制在相对低档的1.46%的。环保团体20日举行净零排放的民间论坛，也邀请各法会主委、经民审等等的官员参加。目前政府提出2050年再生能源要占6%到7%，民间的版本至少要到8%以上。经民审坦白讲，即马定的目标就互自己讲是做袂到，不过伊会继续推动，伊也相信未来绿能的绩效会大降低。到了2050年，事实上最低的能源的成本呢，基本上就是光跟电，大概是1度大概是0.9块台币左右。那我们要做的是突破那个阻碍跟挑战，而不是限缩我们的企图心。经民审也强调讲，会拿官方的版本做基础，根据各界的版本来做讨论和政策的参考。伊也认为讲，2030年进行减碳是爱搁提升技术，其中节能的技术已经发展较好，是未来10档真重要的工课。记者综合报道。春天是夜景的季节，南投仁爱乡的部落最近就举办传统的夜景的祭典哦，嘛安排各系的老师、各学生啊做伙来参加，互特别社团的部落文化会当传承落去。对，2只手。双手直直扫，将一撮一撮的台仔扫好线，准备要互祭司来进行报警的祭仪。伫咧南投县仁爱乡的 Snowing 部落举办洗涤传统的报警祭仪，佮特别邀请村用各校的师生做伙来了解部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播种季那通常的时间是要1个礼拜。传统的是不准任何人，只有祭司而已。借着那个我们文件站，可以从长者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的分享，就是分享给我们小朋友。传统的报警祭甲修行祭拢有严格规定，相关的祭仪，敢若部落的头人甲祭司等等才会当插手。也因为人口老化流失，完整的祭仪恐惊会安尼失传去，所以才会安排各校的师生斗阵来参加。播种祭什么啦，土妈祖呢？这个是我们学校校本课程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才是真正的生活可以带着走的一个知识。另外，规个祭仪也拢专听工作语，无论是珍贵的传统文化，也是母语，拢希望会当代代传承。记者综合报道。古早中华鹿港的生意人拢会打盐打米去南投的埔里卖哦，所以就行出一条打宝社的路线。最近草屯就把这条古早的路线搁再找回来，嘛重现以早市场热闹滚滚的情形。社区的时代手开家己做风吹轮仔，当做摄影做伙完成的打宝社装置艺术，体验采集的趣味。这个采接的这个课程互大家感觉讲安尼嘛是一种疗愈然后大家会当玩在一起，让社区长辈会感觉讲安尼嘛是真趣味、真好耍。古早人讲鹿港打宝社打米就700，就是形容以前的鹿港生理人常常爱打米甲盐去南投买卖的情形。草屯镇为着要重现印尼欢迎的画面，特别安排加做竹仔艺术品加白菜鸡，让大家会使体验古早时代的活动。非常的热闹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说借这个活动台湾的风华再现希望可以这个对于长者有一些陪伴。那我们主要还是也纳入了一些职能治疗的这些元素进去。透过竹仔的变化甲环保素材的利用，时代会使顺续激头脑，互因感觉真心实。阮这老伙较袂安尼无聊。这个活动除了会使感受到手工艺趣味的所在，嘛推动在地文化。不管是社区的时代，加做竹仔艺术品的老师，也是主办单位，大家做伙甲打宝社装置艺术完成，拢得到真侪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
气候反常，印度今年温度升悬的速度特别紧哦，4月年都有一寡所在温度已经到44度了。中昼出门就亲像踮伫火炉内底哦，嘛传讲已经有15个人死亡。即马遐已经真惯死、真热天气的印度人，嘛拢要挡袂掉咯。抢入河底浸凉，或者是来一杯降火甘蔗汁，无到5月，印度部分地区气温已经冲破40度。 गर्मी यहाँ बहुत विकट है जो कि मई के महीने में होती है लेकिन अप्रैल में ही इतनी गर्मी आज लग रही है कि यहाँ का तापमान ऐसा लग रहा है जैसे मई जून का होता है। 这多热天都让人热到挡袂牢，有人佫形容过10点，伫外口就亲像伫火炉边共款。根据印度气象单位顶一周末，当地几个邦的气温已经冲破40度，比正常气温高出6到10度。 西部的马哈拉斯特拉邦甚至出现44度的高温，因讲是创下历年同时期的新高。 अभी पिछले काफ़ी दिनों से विदर्भ क्षेत्र के लिए हमने हीट वेव की चेतावनी जारी की है और अभी भी आज भी 2 दिन के लिए हमने हीट वेव की चेतावनी जारी की है। सो 18 और 19 तारीख के लिए आज और कल के लिए हीट वेव की चेतावनी जारी की है, मोस्टली चंद्रपुर और अकोला के लिए, क्योंकि वहाँ के तापमान आप देख सकते हो बाकी जगह से काफ़ी ज़्यादा बढ़े हुए हैं और 44, 43 इस तरह के टेम्परेचर जा रहे हैं। 高温会热死人，根据当地媒体，去年到目前为止，已经15人因为潮沙死亡。 环保人士指出，印度多热天温度就破纪录，可能甲气候变迁有关系。过去几十年，印度热天气温一直升悬，热浪天数以每10年做单位，增加真紧。2008年到1990年的热浪天数是413天，2001到2019年增加做575天，2011到2019年有600天。 因烦恼，若全球继续暖化，未来这种地面热浪可能会成做更加普遍。公司新闻邱婉玲报道。来看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是生态旅游真受到欢迎的所在。公园内底本地就有一座铁基路大桥，最近园区利用爬远无碍的火车的车厢改造是旅馆哦，放伫桥顶的铁基路顶头，因为地势真悬，风景是真好。好运的话，可以当看到一寡真罕见的野生动物。 占地200万公顷，有几多百种动物加考古废料的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是规个非洲上大的野生保护区。园区横跨3倍好的旧铁道大桥顶头，即马有一间用24节旧车厢改的高级旅馆，现代舒适的体验也向过去的历史致敬。 100年前，国家公园拄开放时阵，唯一参观的方法就是坐蒸汽火车，即马是困伫咧车厢内面。 Almost a step back into time where train travel was, a big thing, and again, there's a lot of train fanatics. It's such a great concept. Imagine putting a train back on the old bridge that was, dysfunctional and finished. And you cannot get a better view. The view of that Sabi River is spectacular. 对阳台能看到美丽的风景，日头出来了，光线甲车厢染做金色的。 下骹有号码伫咧找物件食，无远的所在就是国家公园内面的斯库库克保护区，会能看到非洲招牌野生动物狮、霸、狮牛、象加非洲水牛。早顿正煞，坐越野车入去园区内面，就会能看到规定的羚羊、水牛加长颈鹿对你身躯边经过，是真赞的体验。Like we love every single thing about it. It's a dream come true. It's always kind of intended and designed for mo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lientele, but opening in a global pandemic and travel bans, international travel bans, we obviously relied heavily on South African residents coming to visit us. 这2年新冠疫情，互国际旅游规个拢停落，桥顶火车旅馆的筹备也延期。验过游园伫咧2020年年底开幕，初期拢是本地旅客。 一直到西方国家开始解封加病毒共存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游客开始增加。业者讲，金属结构的桥到暗时因为热重冷缩，会互火车的车厢小可海震动。真侪人客就讲，这种体验就敢若真正伫咧坐火车共款。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
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